大家好，我係香港心理衛生會嘅臨床心理學家李嘉欣博士。上次同大家分享咗創傷後常見嘅症狀同埋重返家園時可能會經歷嘅情緒。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下我哋當下可以做到嘅應對方法。我哋經歷一啲好強烈嘅情緒嘅時候，我哋嘅大腦可能會感到不堪負荷，呢個時候亦都會引起唔同嘅生理或者心理嘅反應。呢個時候最重要嘅就係恢復我哋嘅安全感，個目標係令到我哋嘅身體同埋我哋嘅腦袋去知道我哋而家係安全嘅。第一個方法就係做腹式呼吸，我哋可以花幾分鐘時間去做一個腹式呼吸嘅練習。首先我哋慢慢用鼻去呼吸4秒，然後閉氣7秒，最後就係用我哋嘅嘴巴慢慢呼氣8秒，重複做4至6次。如果我哋跟唔到4、7、8呢個節奏係唔緊要嘅，我哋嘅目標係要慢慢咁樣去呼吸。你會發現，當你隨住練習，你嘅呼吸會變得緩慢，而且你嘅心跳亦都會變得平穩。當我哋嘅呼吸同埋心跳變得更加穩定嘅時候，呢個時候就會發一個訊息俾我哋嘅大腦，令我哋知道我哋而家係安全嘅。第二個方法就係利用我哋其他嘅感官去安撫翻我哋嘅身體。當我哋見到當下嘅影像，可能意識到我哋情緒變得好波動嘅時候，盡量可以用其他嘅感官去舒緩我哋嘅身體。例如，我哋可以準備定一啲耳機或者柔和嘅音樂，可以係一啲大自然嘅聲音，好似係海浪聲啦，或者係啲森林嘅聲音。亦都可以準備一啲香包或者令人放鬆嘅香氣，好似薰衣草、洋甘菊或者唔同嘅花香，去安撫翻我哋緊張嘅神經。最後就係要容讓自己有悲傷嘅感覺。重返家園嘅時候，喺有限嘅時間入邊，當然我哋盡可能希望可以執多啲我哋嘅物品，但係都需要俾時間自己去梳理嘅情緒，因為過度壓抑自己嘅情緒會令我哋更難去適應同埋度過呢個階段。